转来看国内又搁有消防员不幸殉职，同事除了是感觉真唔甘，新竹市消防局嘛特别甲面册头上换落来表示哀悼。另外一方面，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早起是去到民进党的中央党部头前，呼吁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要落实公安的保证，让消防员会当适用职业安全卫生法。今年19岁新港消防分队长尤尚华，昨昏伫火场救出4个义工，错叫乌烟砸着伤昏去殉职。真侪同事甲亲戚50真唔甘，去灵堂甲悼念。工队的小队长伫受访的时阵，嘛感觉真悲痛。在我们这个单位发生这种事情，每个人心情都很沉重。尤其这么一个年轻的、优秀的一个分队长，平常领导体育都很好。这样子走的，我们大家心里都不舍。在殉职事件发生了后，新竹市消防局嘛甲人面册相片换掉，表达哀悼。这嘛阁一届引起外界关注消防员的工作权益甲职安的问题。今仔日早起，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组织伫民进党中央党部头前，呼吁政府应该重视甲提升消防员的职业安全机制，落实公安承诺，全面投入治安法。因为这10年来已经有44个消防员不幸殉职。不过，加做执政党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对消防员投入治安法的诉求，却是拢结外挂。真的希望，如果要根本性的改变消防员不断殉职的悲剧发生，应该要尽速的来落实公安的承诺，以及全面纳入治安法。我们持续跟消防员还有相关的团体以及基层消防员，希望能够持续的沟通，来听取专业的意见。我们也希望取得最大的共识。针对公务人员执行职务意外伤亡法慰问金的情形，考试院28通过修正案，慰问金会由大票600万调悬到1000万，希望减轻公务人员为做的负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